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性愛資料嘅第11個視頻介紹演員徐熙媛或稱大 S。大 S 嘅生辰資料可以喺維基百科下載，星盤冇對應果老星格組合。徐熙媛大 S 嘅人生充滿精彩與洩，佢同阿妹徐熙娣細 S 感情深厚，青春期時姊妹兩個組建偶像組合 A-Source，正式踏入演藝圈。喺主持綜藝節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嘅時候，大 S 以大膽主持風格嶄露頭角，成為熱門電視人，打開咗演藝事業新局面。演藝生涯中，2001年偶像劇《流星花園》橫空出世，大 S 飾演嘅杉菜一角色火邊亞洲，俾佢躋身台灣偶像劇代表人物之列。此後更憑藉多部影視作品鞏固演藝地位。大 S 嘅感情生活都係大眾關注焦點。佢初戀係學長後與陳建州都有過情感交集，因流星花園同藍正龍結緣，4年戀情最終告終。同周渝民合作戰神嘅時候相戀，但係都遺憾分開。2010年，大 S 與汪小菲相識20日就閃電訂婚，結婚之後佢逐漸淡出娛樂圈，專心經營家庭。不料2021年兩人宣布離婚。2022年，大 S 與韓國藝人具俊曄再婚，呢段婚姻再次吸引眾多媒體目光。星案將每個星期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ddit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大 S 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